后来天气真热，气象局今仔日针对台北、新北、甲花莲、台东，拢来发布着高温黄灯的警示。刷来，这个风台季就要来了。昨暝8点，今年第3号的风台圣帕形成了，对台湾无影响，是走去日本。今年会有几个风台冲来台湾呢？气象局讲，大约3个到5个。互人较烦恼的是，这个风台的强度无排除会比往年较强。日头非常炎，大家行路行无偌久，就开始规身有汗。气象局对台北、新北、花莲、台东发布黄色高温警报，甚至超过36度。但是后礼拜开始，可能搁要落雨。吕宋岛的东南方的海面就形成了一个热带性低气压。整体来说，这个大范围低压带的水汽可能会在下周2之后就会影响到台湾的天气。会带来偌济影响，也阁需要评估，而且暗时形成今年第3号风台圣帕，预计对台湾并无直接的影响。气象局预测，6月28到7月初1，台湾各地大部分是多云好天，午后短暂的雷阵雨。7月初2到7月初4是中南部甲东南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，或者是雷雨，其他地区是多云。接下来就是风台季节，气象局预测，今年甲往年同款会生成21到25个风台，会有3个到5个侵袭台湾，数量算是正常，但是无排除强度比往年较强。今年呢是属于比较弱声音的这种情况，在这种情境之下，侵袭台湾的台风的强度也有可能是会比较强的。8月份的台风在海面上形成的机会是最大的哦。气象局回顾今年5月、6月温雨季节，太平洋高压偏弱，台湾受方面的影响，中部以北雨量偏低，其他地区接近正常。嘛提醒民众7月开始进入风台季节，来量早做好准备。